廖老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保安当的也太不合格了吧！我们进来都没感觉。唉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你们以后啊，千万不要结婚。这个结婚拍照片是会累死人的。结婚？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廖老师，你和苏老师都闪婚了，你都没跟我们说，太不够意思了吧你！当然不是啊，我是去当模特的，陪新郎和新娘拍照片啊，就这样的把我折腾个半死啊！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当然有这么夸张啊！走。廖老师，怎么回事？走了，干嘛去啊？我们不是说好了今天一起去试婚纱照的吗？我都约好了设计师见面了，你得陪我去。哎，停，不是已经照过婚纱照了吗？怎么还去试婚纱呀？这套是我要在婚礼上穿的。哎呦，对了，阿秋刚刚给我打完电话，说是酒吧有事儿，所以啊，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能跟你结婚吗？乖了，让苏老师陪你一起去啊。叶小白，你重有轻色呀。谁说的？谁不知道我叶小白既重有又重色？走了。想买几件就买几件啊，千万不要给我省钱啊！叶小白，你个死人！白哥，哎，阿秋呢？出去进货了。我去包房补个觉啊，有人叫我。好。你怎么搞的？伤这么重？小白哥的车怎么停在外面啊？他在包房里休息呢。今天的事情不能让白哥和斌哥知道，一点都不行，明白吗？好。哎，白哥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出去人家飙车，摔了一跤。你当我傻呀？啊，跟别人飙车，摔的那是擦伤，这明显是跟别人打架打的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秋哥，你就说了吧。说吧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说吧。廖学兵，你这个是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我这儿。哦，老师，我这个是行为艺术。行为艺术？哎，老师啊，咱们学校对于一些有艺术类特长的学生有什么看法啊？就是比如说，有些学生呢在升学方面有压力，但是在某些方面有特长，学校会不会鼓励他们报考艺术类院校？这完全可以。对于那些有艺术特长的同学，咱们学校是非常支持的。好，老师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会儿，
哎，疼！我回去自己处理啊。老师，我先告辞。这个家伙，辛局长，飞车打没了，但我叶小白还在，这口气我一定要出。跟我走！白哥，你不能意气用事。我不希望你和芊芊有什么问题，我更不希望兵哥为难。阿秋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他们是故意来找茬的，找的是我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更不能陷进去 ，OK？ 当初兵哥去当老师的时候，我怪他不管兄弟们，现在轮到我自己了，我绝对不能对不起你。你想看？白哥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们怎么了？阿秋，你怎么了？芊芊，你快拦住小白哥，不要让他做傻事。芊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管。阿秋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周福元他们来挑衅，给小白哥下了战帖。我不想让小白哥出头，我就自己去约了拳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伤的不重吧？林玉还算是性情中人，小白哥，要是你现在去，这顿打我就白了。而且，只是一场拳赛而已，根本就没必要报仇。性情中人，那这次呢？难道让每次都忍气吞声？我告诉你，我叶小白当不了缩头乌龟。白哥，阿秋说的没错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冲动啊？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？我冲动啊！上一次我车场被砸了，你告诉我忍，好，我忍了。这一次我兄弟被揍，你还告诉我忍啊？那你带着兄弟们冲过去啊！你现在冲过去算寻衅滋事，你知道吗？周福元他巴不得你现在去报仇呢。你这样不仅会害了你，还会害了你这帮兄弟。白哥，你就听听我们的吧。